讲到过年的时阵，家家户户拢会大摒扫，歹去的家具大部分拢会甲单掉。不过，若是较好的茶做的家具，其实拢会当过修理。家己的社区大厦有教木工的老师，就专工咧处理这旧家具，希望会当个延续使用，减少资源的浪费。甲锅仔抹伫笋顶面，搁甲断去的门板夹做伙。木工老师讲，这种古早式的厨仔伫庄卡较常看到，若是修理会好，就毋免开钱买新的。一般都毋是开去，啊无就是零去安尼尔吼。啊，像这部分呢，拢是拄仔门无去，啊，这时阵咱就是爱照这个样式各甲复原做倒转去。为金属加工产业退休的陈家雄，因为对木工有兴趣，3年前家己打造一间工作室。有闲的时阵会替人修理家具，搁会去找拆厝拆村的料来创作。伊嘛搁利用以前学到的功夫，做木工进前的生活设计图，搁用金属加工的概念来设计做木工的机台。伊的功能就是拢是要甲查车圆啊还是车这个造型出来安尼基本上拢共款，就是讲你要甲一个金属物件做成一个作芯片啊，甲咱做木工咱就是干那差伫个材料无共。陈家雄讲，伊退休了后，只想要找一个会当继续动脑筋的兴趣。伊嘛发觉讲，台湾的茶其实拢袂歹，如果会当透过创意，其实会当好好啊利用。成立这个工作室，是希望透过修理家具或者是木工的创作，和畜牧的态度甲精神，有一个会当做、搁看会到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